Slasher 香港人人都可以係，仲有唔同形式添。工作、身份，隨時隨地咁變。無論係生活節奏、態度定興趣，都可以形形色色。連實踐環保都既創新又傳統。我哋就係追求咁多元化嘅生活。30電機同樣以多元科技同每個香港人同步，喺唔同領域成就大家過理想嘅生活。多元追求理想生活，30電機。